来海滩，来海滩，走走走，海滩，海滩，海滩。好，哎，海滩，海滩。啊，先生啊。嗯，对吧？11月7号。对了啊，哦，来过这班桥过到哈，过这班桥过中国大陆啊。啊，都过这班桥呢。对啊，伊在中国在一个所在。啊，这个是中国的，你知？河口啊。材料啊，来，这个各国的材料啊，来，哎，来，其实我录音的拢无差录影，录影倒来你无看有啊？录音的。小白，来一下来了。
路材料啊，你要签证你不管，你跟你签证，签证后再行过来，安啥？你去梦四啊，你去那个天水，然后哪里？去哪里？最表里要。以前我看过他们坐这里，然后从昆明再坐小火车。OK， 有照片，照相。我紧啦，我紧啦。嘿嘿嘿嘿。我们就在这里拍个全，不。要啊。Đi dịch ra dưới này không trơn.
看到。这个我们改睡这个。我信你。赞嘞！耶！回来，你能多来哟？对呀，我男票。台湾哪里来的？哪里来的？台湾来的哦。台湾来哦。台湾来的吗？不傻傻，我我天哪，连抓这个来了，连抓这个来了。等下转这过来。对啦，无看不红呗。
干嘛？好天啊，好天啊，好天啊！哎，好天啊！露营的哦，露营的，容易来哦，露营的哦，大家都好棒。那我去那个小门店不？三角点呐，有没有去到三角点？有。哦，你们143。啊，你们都很棒，你们都很棒。你很棒啊！Very good, very good。对啦，咱遮潜水个拢有够位，遮潜水拢有去你个面顶哦，无简单。有啊，哦，赞啊！赞啊！哦，难得了，难得。
哦，对了，下去了。坐火车去猫猫村。领导，快过来啊！哦，有没有？集集村就在下面，这不就是呀？我一讲，我讲。啊，这边我红绿没好了，集集村我来了。好，这个。哇，这就是有这个苗族的什么？到来，录影的，我去两下啊！录影的，哎，来录影的。一个这次。